感谢你搁一遍引带带领阮来到圣殿。透过今日的礼拜，我们搁一遍来甲你相亲近，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下面的时间，互阮会当注心听你的话，也透过安尼来领受福气。是阮的主，愿恳求你保守看顾今早起服侍的正当工。阮将阮的乐团、圣歌队、书会、诗琴以及团工信息的当工，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透过因手所做的工，引带阮来敬拜你，也求主保守看顾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会当哪来哪合你的心意，会当照你的计划去行。阮所设立的逐个机构，拢会当成做祝福人的管道，互阮手所做的工来荣光主你的名。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所徛起的乡土。互你所想事的平安、稳定、仁爱以及和平，会当真正遍行伫阮即个土地。求主赐福看顾，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
列国啊，恁着学乐上帝；万民啊，恁着学乐伊。伊对咱的慈爱偌尔坚定，伊的信息永远存在，着学乐上帝。这时，咱们做伙来吟圣诗，圣诗67首，我心学乐上帝。圣诗67首，我心学乐上帝。请起立吟全首。谢谢。这时，请咱来做伙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求你陪伴阮的心，伫这个纪念你骑驴仔进耶路撒冷被卖、受逼迫、被钉十字架、牺牲过我的日子内底。愿阮搁再一摆回转向你，搁再一摆各个他山顶的十字架，搁再一摆思念、少念你伫十字架顶为阮受苦、受钉死，搁再一摆感谢主、学罗主。你用宝血洗清阮的罪，你的救赎，阮得到全新的生命。你的疼也看阮。互阮会当学习疼人，亲像你疼阮一样。主啊，求你怜悯阮，世界还阁受武汉肺炎攻击，恳求你怜悯阮的本质只是土粉，阮的日日亲像草一样。若毋是你的温准，阮的气势被风一吹就消无。求你恩待阮。免受病毒的攻击，嘛甲拄啊政治拄啊，抑阁伫受
武汉肺炎攻击，无论是病痛、事业、工作、生活、家庭中的人，同在。求你赏赐因智慧、勇气、甲喜乐，赢过一切的艰难。嘛，祝福阮所徛起的国家台湾，赏赐阮高雅的河水，灌压一片土地，供应阮每一天的需要，保守台湾国家的领土安全。为着要对抗中国的武力的攻击，阮的陆海空三军用性命来保护阮。前几天有飞官来巡视，就地来看顾为着要保卫阮的国家安全来牺牲性命的飞官，因的亲人，因失去因所爱的人，求你亲自来安慰。我嘛要为正咧即马咧受苦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守住信心。毋管是病痛、经济、家庭，一切伫患难中的，拢会当互阮甲你的疼相隔离，嘛牵手带阮行过一切的死荫山谷，带阮到通安息的水边。我们为全世界的教会，包括上联教会来祈祷。求你互阮伫世界徛稳，打拼传福音，嘛祝福阮的牧师团甲因的家庭，身体心灵拢勇壮，嘛互阮甲牧者有合一的心，做伙来奔走伫宣教的路。阮安尼祈祷无够假，阁要用你甲是阮的祈祷文，做伙开声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父，阮的名姓，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你的意亲像天里，阮的是平安的万能，下面阮的国父，亲像阮下面国父万人，不是传的气，对阮快乐的爱，因为国万年变更都是所有，到代代不尽。阿门。时，咱要做伙来启应，请掀开启应文11篇，诗篇后壁26页。我来启，请各位兄弟来用。上帝啊，我的心切切羡慕你。我的心喙焦羡慕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每日用我的目屎准饭食。我早前甲众人做阵去，带伊到上帝厝。我对念这的事。我的心啊，离啥事有绝？你着毋望上帝。因为伊的名恩我来拯救我，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伫我的内面有绝。你的瀑布出声，就深烟甲像烟三叫应。总是耶和华的时日。要示出伊的慈爱，来求守住我也活命的上帝。你啥事袂记得我？我会对着记起我，
亲像拍碎我的骨头。我的心啊，你啥事有准？你着毋忘上帝。伊是我下面的光，的阳光。即时，咱要做伙来吟圣诗第一首，无行歹人的道路。圣诗第一首，无行歹人的道路，请起立吟全首。请坐。即时，咱要请咱的圣歌队来学乐，要学乐的诗是上帝若为咱，上帝若为咱。是了无，那是三车。
感谢圣歌队所献的诗歌。这时，咱做伙来看圣经，记载伫列王记上18章17节到40节。伫中文现代译本427页。列王记上18章17节到40节。亚哈看见以利亚就讲：原来你伫遮，你即个互以色列在用的人。以利亚讲：我毋是互以色列在用的人，你甲你爸会斗才是。你无听趁上帝的命令去对巴力，现在去调集所有的以色列人到加密山来见我，并且带着亚瑟别王后所供应的450个巴力的先知，甲400个阿瑟拉女神的先知做伙来。所以，伫亚哈调见所有的以色列人，甲巴力的先知伫加密山相见。以利亚向前对人讲：你要到啥时才会当摕定主意呢？如果上主是上帝，就敬拜伊；如果巴力是上帝，你就去拜伊好啦。可是人民一句话嘛无要讲。以利亚佫讲：上主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人，毋过巴力有450个先知。恁带2只公牛来，一只互巴力的先知，要因将牛抬切做地，放伫柴顶悬，毋通点火；另外一只牛互我嘛照安尼来做。然后互巴力的先知因的神明祈祷，我向我的上帝来祈祷。迄个降火应答祈祷的就是上帝。人民齐声赞同。以利亚就对巴力的先知讲：因为恁人济，恁先带一只牛去准备吧，恁的神明来祈祷，毋过毋通点火。因就要带互因的牛仔来准备好，就巴力祈祷，一直到中昼。因喊话：巴力啊，答应阮的请求吧！佮不断来为着因的祭坛来跳舞，毋过啥物反应嘛无。中昼的时阵，以利亚开因的耍笑讲：较大声祈祷，伊是神啊！无的确，伊还搁咧伊甲咧思想，无的确伊出去方便，嘛无的确伊出去旅行，嘛无的确伊拄仔咧困。恁着喊话，遐个先知就喊搁较大声祈祷，并且照着因的仪式，用刀甲短剑来伤因家己，一直到火留未止。因继续喊话叫，一直到下晡献婴仔祭暗祭的时，犹原无回应，无人插一点仔声音拢无。然后以利亚就对人民讲：到我遮来，因就拢围围伊。伊将毁坏的上主的祭坛想好，伊摕12块石头，每一块代表一个귀族。这个귀族就是以雅各的12个后生号名的。上主捌互雅各一个名叫以色列。以利亚用这个石头重新去做敬拜上帝的祭坛，伫祭坛四周围乌高，约通用会当得14公升的种子，然后伊拿柴放伫坛顶悬，甲牛切做地，放伫柴顶。伊吩咐讲：光4桶水来倒伫祭米甲柴顶面，因就照安尼做。伊佫讲：佫来一摆。因就搁安尼做，伊佫讲，佫来一摆，因佫照安尼来做。水流甲坛的四周围，到满了水。下晡献暗祭的时，以利亚先知
到这段前祈祷讲：上主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求你显明你是以色列的上帝，我是你的奴仆，我所做的拢是遵照你的命令。求你答应我，上主啊，答应我，通互我遮的人民知影你上主是上帝，互因回心转意。所以上主降火，烧了遮的精生茶，嘛烧焦石头甲地面，烧焦水沟内底水，人民看到安尼，就拢拍败伫地上，大声喊讲：上主是上帝，只有上主是上帝。以利亚下命令讲：掠掉巴力的先知，一个嘛袂当互伊逃脱。民众就掠掉因每一个人。以利亚带因到伫基顺溪边啊，伫遐甲因杀了。以上，即是咱要请咱所听的蔡正道牧师来传讲信息。今日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圣经人物系列55以利亚2。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继续来看以利亚的故事。咱顶礼拜，咱有提起着上帝找以利亚去到撒勒法的所在，互伊去挖靠一个寡妇。这是一场的信心的旅程。上帝借着这个信心的旅程来操练以利亚的信心。咱嘛有提到讲，这款信心的操练是为着要互以利亚会当为着上帝做更较多的代志。咱这礼拜，咱就要来看以利亚做了什么款的大代志。明天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只是要领受你的话，求你帮助阮，求你安静阮的心，互阮会当排除所有叫了阮领受你话的因素，互阮会当专心一直注心地听你的话。恳求主，你修饰阮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语的奥秘，也修饰阮信心，会当伫听了后，照你的话去行，互阮领受福气。恳求主你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人看今日的经文，咱若对第一节开始来看18章的第一节开始来看。咱看见着上帝啦，以利亚讲，已经经过3年外的这个旱灾，上帝要降雨，互这个大地。但是上帝爱伊去见亚哈王，而且用巴力的先知来挑战。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战役。为什么？因为这是关系一些人的信仰的一个战役。这场真出名的属灵的战役的地点，咱知影就是伫加密山。这个参与这场征战，有几个角色，咱来明白一下。第一个角色就是糊里糊涂、受人控制的以色列王。以色列王亚哈是一个软弱无能、受到伊的母亚西别控制的一个君王。咱过去有俗语吼，当然这是徛伫查甫人的角度去看的吼。咱的俗语讲吼，种着歹田望后冬啦吼，娶着歹某一世人吼。佫讲吼，娶着好某吼，较赢做祖啦；娶着歹某一世人艰苦吼。即个亚哈王就是娶着一个歹某，吼，互伊一世人艰苦，互伊做毋着代志，互伊做错误的判断。伊差不多，咱看圣经，伊差不多完全听伊邪恶的某亚西别的话。亚西别是一个真强势的王后。咱若详细去看圣经，咱会发觉讲，真济伫国事顶面的决断，拢是王后咧主意。咱顶回有讲过，亚西别伊是西顿王的查某囝，所以伊嫁互亚哈王了后，伊就将伊所敬拜的神明巴力
甲伊做伙带来到以色列。啊，这亚哈王伫圣经中看到是伊拢去互伊的某平仔牵咧走，所以连信用遮尔重要的代志，伊嘛受到亚瑟伯真大影响。所以自然而然伊就对伊去敬拜巴力嘛。所以伊就是一个无主张、糊里糊涂。虽然是做王，但是却受人控制的一个王。这是第一个角色。啊，另外伫这场战役中间吼，有一阵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人民啦吼。因为以利亚伊要求亚哈王爱招住这百姓，做伙来到这个战场中间，来到加密山。然后圣经讲，伊对这百姓讲：你要到什么时阵才会当掠着主意？如果上主是上帝，你就敬拜伊；啊，如果你若认为巴力是上帝，你就去拜伊好啦。所以以利亚伫百姓面前对讲这话，就是讲：恁家己决定，恁到底要拜什么款的神。当然，咱看起着百姓吼，伊可能因心中嘛知影讲爱拜上帝，但是咱看起着圣经记载讲，因一句话嘛无讲。为什么一句话无讲？因为咱有一句俗语讲“西瓜挖大饼”嘛。当时阵是亚哈甲亚瑟伯咧掌权的时阵，啊，这百姓看讲我若讲我要敬拜上帝，不要敬拜巴力，可能这王甲王兄若生气吼，因为有生命危险，所以为了保护家己安全，所以点无代志吼。免得讲受到灾害，所以上界安全的方法，就是对国王兄去拜巴力嘛，对这有权势的人做都无问题。但是以利亚来问，因煞唔知影怎决定啦，煞点唔敢讲话。所以这百姓因一方面知影爱敬拜上帝，但是一方面佫惊亚哈甲亚瑟伯的权势。屈服伫权势下面，来违背真理，这就是这群百姓。第三个角色，咱看起着亚瑟伯所供应的450个巴力的先知，甲400个阿舍拉女神的先知，总共850个。这先知长期以来被利用来控制一切的人。因带因去敬拜巴力甲阿舍拉女神，而且因阁迫害耶和华上帝的先知。直到迄个时阵有真济这上帝的先知必须要暗中被密起来。迄个时阵亚瑟伯王后的力量非常大，迫害这先知。因人遐尼济，而且因阁后壁阁有国王甲王后的势力，所以无恶不作。所以850个人真济的这个巴力的先知，咱来看上帝这边呢，上帝这边只有一个，以利亚讲面对这场征战的中间上主的先知只剩我一人尔，伊是一人孤身作战，所以这个时阵咱知影是伊上较孤单、上较痛苦、上较悲惨，但是同时嘛是伊上界坚定、上界勇敢的时刻。伊讲只剩我一个人，但是我一个人要面对这么多人的挑战，伊的对手实在真济啊！咱讲较歹听的就是这巴力个先知一人配一个喙烂有来掩饰啊。但是面对这款的情形，伊一点仔嘛无灰心。伊知影伊徛伫上帝这边。上帝也徛伫伊这边，伊知影这个战争的真重要性，因为伊相信，因为这一遍的圣战，伊会当将这百姓的心来挽回转来，互因扭转转来，互因去敬拜上帝。所以伊就决心要面对这款的征战。咱来看因安怎征战，以利亚就向因提出挑战。这比赛方式真简单。
两边拢摕一只公牛，一只互巴力的先知，一只互以利亚，两边拢起一个祭坛。巴力的先知向巴力祈求，以利亚向上帝祈求。看什么款的心名来点降火来烧这个祭坛就表示迄个是真正的心名。伊提出这款的挑战，百姓拢齐声表示赞同。所以以利亚就对巴力的先知讲：恁人较济恁先去准备，恁一只牛来准备好势。巴力的先知准备了，去一个祭坛了，就开始祈祷，开始大声话讲：巴力啊，请答应阮的请求。然后围伫这祭坛边啊跳舞祈祷，但是即摆反应也无。对早起时一直祈祷到中昼，中昼时一直祈祷到下晡，很晚节的时阵，拢无声无息，无动无静。到中昼的时阵以利亚搁去来消遣，讲你若爱叫较大声，恁叫到上细声啦恁的神巴力可能咧冥想啦，可能出去佚佗啦，也是讲咧困，你若爱叫较大声但是因着大声叫，甚至用底刀扑伤家己，火拢流血流滴，但是巴力犹原无动无静，无声无息。这个时阵，上帝先知以利亚开始要祈祷，但是伊伫祈祷进前咱来知影，伊做几件真重要的代志，这是今日信息的重点，请大家爱注意。首先，咱看起着圣经安尼讲，以利亚对这民众讲：恁过来，因着围绕伊做伙，然后伊将迄个毁坏了上主的祭坛来修理好势。虽然伫遮无提起，但是真明显，迦密山过去是敬拜上帝的所在，所以过去可能有祭坛，但是这祭坛因为亚哈甲亚瑟别的缘故被破坏，所以以利亚重新修好这个祭坛。这是第一项代志，真重要的是伊恢复对上帝敬拜的所在，将敬拜的所在来备办好势，来重建好势。有敬拜的所在了，伊做第二件代志，就是重建敬拜的百姓。有敬拜的所在，嘛要有敬拜的人。所以伊摕12块石头，每一块代表一个支族。咱知影雅各有12个囝，这是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所以这个祭坛就是代表上帝的百姓。而且咱来注意这段经文内底真重要的是讲，特别注明的讲，上主捌予雅各一个名叫做以色列，伊特别提醒以色列这个名是上帝亲自到雅各改，予雅各这个新的名。所以伊提醒伊这百姓讲咱的上帝，咱敬拜的上帝，甲恁有一个真深的关系，甚至连恁的名都是上帝来恁号的。所以过去到现在，恁甲上帝应该是上界亲密的。巴力根本甲你一点仔关系嘛无。而且咱看起着伫后壁36节以利亚咧祈祷的时阵，伊对上帝讲伊是安尼讲：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其实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原文是写阿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所以提醒讲，这个上帝是恁的上帝，恁的名是伊号的，伊甲你有真密切的关系。所以用安尼去唤称这以色列百姓，恁是上帝的百姓啊。所以咱看起着以利亚头去做这两件代志，先起好敬拜的所在，然后搁重建挽回这个敬拜的百姓。第三项，伊开始祈祷，这祈祷真重要。伊祈祷的内容是安尼，伊讲：上主啊，阿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求你显明你是以色列的上帝，
我是你的奴仆，我所做拢是遵照你的命令，求你答应我，上主啊，答应我，通好好这百姓知影你上主是上帝，互因回心转意。咱注意听伊祈祷的内容，伊祈祷的内容无讲吼，哦，上帝啊，你互我得胜，哦，你互我较赢，互我有民主，吼，互我人知讲我是真正的先知，伊毋是安尼祈祷哦，伊是祈祷，互以色列百姓会当回心转意，互所有的百姓会当知上主是上帝。伊祈祷上帝借着彰显这个心力，互上帝忠心被这百姓所认捌。互上帝忠心被这百姓所尊重，互上帝得到荣耀。所以祈祷是为着上帝啊，互人知影讲，上主是以色列人的上帝。有敬拜的所在，有敬拜的人，爱互即群敬拜的人明白敬拜的对象是啥物人。所以这就是伊所做的，也是真重要的，咱爱去思考的。咱生命中间有时阵吼，因为是我世事的无用，互咱将咱心灵中迄款上帝的祭坛吼被破坏。咱都爱一步一步去起造迄个心灵的祭坛，然后了解咱是上帝，咱应该爱恢复敬拜上帝的一个身份，这是真重要的。结果咱看见着圣经安尼记载。上帝就降火烧了这个精星茶，而且烧焦所有的石头甲地面，然后百姓看见安尼，全部拢拍败伫地面，大声喊讲：上主是上帝，独独上主是上帝。因真知啊，因甲上帝的关系，因恢复因甲上帝的关系。最后一项，咱看见着圣经，伊利亚去做一件代志。伊下令，爱百姓掠掉所有巴力的先知，一个嘛无互伊逃脱。百姓就掠掉因，伊就带到因基顺溪的边啊，将因所有拢杀掉。为虾米？爱将这邪恶的势力、这无好的影响力完全除尽，免得未来这百姓搁受因影响。今仔这段经文吼，其实互咱真重要的信息。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项，咱来记伫心肝。第一项，咱必须要明白吼，咱其实是踮伫一个充满挑战、试炼的时代。咱伫生活中间会拄着真侪无共款的情节。有时阵咱会亲像以利亚同款，孤身一人去面对这个情节。可能有时咱会受人误解，受人怨恨。有时可能受到破病的攻击、身体的软弱，也可能会拄到一寡无公义、无公平的代志。有时阵咱感觉讲，咱真孤单，假像咱家己一人咧面对，真像以利亚先知同款。咱有时感觉讲咱是遐尼渺小、遐尼卑微，对这代志拢无法度完全无法度改变。但是今仔日以利亚的故事。互咱一个真好的激励甲提醒，伊上帝无困难成的代志。咱虽然踮伫黑暗的中间，但是咱知一点仔光，就当赶走所有的黑暗。咱我靠上帝，检测有850个先知、巴力的先知咧攻击咱，遮尔大的攻击，咱坚持对上帝的信心，相信的确会带来改变。咱的生活中间，我拄则有讲过，有时阵咱生命的这段，因为世事太过无用，被破坏。这时阵，咱就爱学习，爱专心去敬拜真神上帝。当然，咱拢是敬虔咧敬拜上帝，但是咱爱理解，巴力常常会发生做一寡其他的代志，进入咱的生命。请咱会记住，凡事的处在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人、代志、甲物件，咱拢爱细理，因为这代志会拆毁咱敬拜上帝、亲近上帝的祭坛。所以牧师要大家建议，咱来常常去提醒家己，你心灵的祭坛敢有被拆毁？
你会修建起来。透过敬拜，更较无上帝。咱透过祈祷，透过灵修，加强甲上帝的关系，亲近上帝，对上帝有更较深的认捌，更较深的体验。这当保持咱去敬拜这个真神上帝。咱今日是中秋主日，过来就是进入受难周。受难周是一个真好，咱来思考信仰的问题的一个时刻。因为咱伫这个时刻，咱透过读圣经，咱明白主耶稣基督安怎伫这段时间为着咱承受迄款的苦难。咱透过这款的默想思考，搁一遍甲主耶稣有一个亲密的沟通。咱伫拜时暗时，咱有一个甲主同坐道，一个主耶稣纪念主耶稣最后晚餐的一个礼拜，咱做伙来参与。而且去思考讲主耶稣基督安怎去牺牲担当咱的罪过，所以咱时常安尼提醒家己，就是咧修造咱被拆毁的这段，甲上帝有更较亲密的关系，咱都有力量去面对咱世间上所有的攻击甲挑战。最后一项，咱来理解，咱的生命中间若永远一点点仔歹。伊就会伫咱的生命中间摊开，造成咱整个人的败坏。咱看新闻，咱就知影，欠2支螺丝，就当互一只车发生危险，互车顶的人遭受生命的危险。一只船去卡伫迄个运河顶面，1点钟会影响世界经济4亿的美金。咱想讲，这是件小，敢像一件小代志，但一点点仔无好，就影响真大。所以咱啊，伫咱的生命中间，永远一点点仔歹，伊就伫咱生命中间摊开，影响咱整个身体的败坏。所以咱爱时时恳求圣神来清气咱的生命，互咱会当完完全全属于上帝，愿上帝亲自祝福保守看顾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就是旧约先知的见证，互阮明白，阮安怎倚靠你来面对人生中间的试炼甲挑战。求主帮助阮，拄紧阮生命中间所有的歹，阮全全属于你。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感谢蔡牧师的信息，嘛求上帝帮助咱，将咱所听的当真做咱每一天的所行。这时，咱要做伙来吟圣诗，圣诗348首，我踮伫主的听叹。圣诗348首，我踮伫主的听叹，请起立吟全首。
请坐。即时，请咱备办心来奉献。恁若是第一摆来到伫阮的中间，无了解奉献的意义，请毋免奉献。伫你的座位头前有填写新朋友的名单，请你来填写，互阮的师会会当有机会来甲你介绍。咱做伙压头来做奉献的祈祷，请起立。天父阿爸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所赏赐予阮的一切，不管是阮所徛大的土地，不管是阮每一天的生活。阮的时间、阮的金钱，拢是你所赏赐。阮将阮的所得奉献担保互你，求主你来接纳，嘛来将这金钱诚做圣工的路用。愿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此时，请容阮我来报告。请掀开周报第5页。
本主日是棕树主日，纪念耶稣谦顺骑驴仔进入耶路撒冷，为着疼咱、救赎咱，行向各各他受苦的路。第二，本周是受难周，呼吁兄弟应该尽量避免宴乐甲旅游，透过读圣经、祈祷甲主同行，搁再思考体会主耶稣基督为咱的罪被钉死伫十字架上的疼甲救赎。本主日伫教会一楼下边门有汤馆青少年社会教育基金会陈淑良传道义卖一切，请各位兄弟来关心。集体关怀，本会会友黄富美姊妹伫3月初10安孝主怀，定伫4月初1，本就是上午10点，伫台北市立第二殡仪馆景永楼2楼至善一厅举行入殓的个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本会会友吴夏平姊妹，嘛是王彦君的家后的妈妈李素珠女士，伫3月18安孝主怀，定伫4月初6后礼拜2上午10点，伫有电园敬介纪念会馆对念厅举行公祭，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遗族。恭喜本会会友朱亚年姊妹，嘛是陈美淑姊妹的查某囝，甲陈孝全兄弟，定伫4月初10后礼拜6下晡3点，伫10楼的礼拜堂来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新人甲伊的全家。来恭喜本会的会友吴义轩甲吴妮珍夫妇伫3月26得到一个千金，愿上帝眷顾新心儿甲全家。纪念耶稣最后晚餐礼拜是伫即礼拜4月初1下暗7点半，伫10楼的礼拜堂，请各位兄弟来注意，迄天下暗的座位有伫咱的周报的17页，请各位兄弟来注意来看。搁一个礼拜，伫后一个主日4月初4上午10点半，伫10楼的礼拜堂，请大家备办心来参加。另外，要补充报告，伫本主日的10楼的走廊道顶有放清明节的追思感恩礼拜的程序单，请兄弟以一个家庭做单位自由来摕，一个家庭一张，也是会当伫这顶悬有barcode吼，请大家会当家己来下载。嘛透过咱伫墓园，也是伫家庭的礼拜中间，做伙来孝念咱过往的亲人所留予咱真水的信用的卡只。这时，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做牧养的祈祷。大家平安。我来介绍第一遍来甲咱中间礼拜的兄弟吼。遮有一位王兆军先生，王朝根兆军先生吼。搁有伊的朋友吼，钟胜协先生吼，有边啊吼。欢迎恁这贵宾吼，等下当去甲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这个介绍甲接待。搁另外就是牧师要大家报告，就是讲咱4月份开始，搁有新的中保代祷事工要进行。
咱即个时阵有一个见证的影片吼，咱来看。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有机会来甲大家分享。2年来，我加入教会的中保代祷团，参与代祷的领受甲感动。每一礼拜，我登记1小时，进入教会10楼的祈祷室，认真学习，互家己成做一个清洁的代祷者。我放落一切的杂念甲挂虑。只用敬虔、服侍的心来为人祈祷。上头先，我会共读一段圣经，然后用关怀的心来读代祷卡的内容。进入代祷的时阵，我感谢主，伊保守我有份来做工。然后我将兄弟姊妹的忧伤、痛苦、困难。甚至因的感恩，一一排列向主来祈求。为着遐个顺从主、毋望主的祈求者，我出声恳求，我所献的是真切、诚恳的祈祷。我常常目屎流规面，无法度停止。同时，我也将特别紧急的代祷内容记伫心目中。伫我每一日灵修的时阵，继续为因祈祷。我深深相信，迄个听咱祈祷的主，的确同在。伊守望咱，伊也真正看顾咱。伫2019年8月底，我接到已经移民法国50年的好朋友，伊发出真迫切的呼求，求主拯救。伊迄个心中已经衰竭的独生囝，我心中非常的毋甘。我即刻甲伊伫线上祈祷，也将伊的呼求写入去咱的代祷卡中，邀请搁较侪的代祷者同心为因母仔囝来祈求。10月中，伊甲我讲，已经得到心脏移植手术的通知，我搁一摆，同心跪落伫主面前祈祷感恩，求主看顾即个大大的手术工程。1个月后，我看见伊传来我因母仔囝笑容伫病榻的相片时，我搁较用感恩无比的心，献上满满的感谢。因为主听阮祈祷，因为主的怜悯。甲拯救，互阮的愿望袂得落空。兄弟姊妹啊，即使你也伫咧寻找怎样亲近主，怎样服侍主，我邀请恁做伙来参加中保代祷团，进入祈祷室为人祈祷，你我拢会当是主耶稣的好同工。阿免。咱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无法度互大家看所有的见证吼，见证拢会放伫咱的网络顶面，咱教会的网站，咱会当起来看吼，有真侪真水的见证。就是咧咱讲吼，咱透过祈祷吼，上帝听咱的祈祷，教伊的旨意成全伫咱的中间。咱也看见着祈祷带来真大的改变。毋望讲大家拢会当来参与教会的祈祷事工。无须毋望讲咱的教会会当真正成做一间万民祈祷的教会，互咱的教会借着祈祷吼去征战好的征战。咱会当参与即个事工，除了接受训练了，会当去代祷室替人祈祷。你嘛会当知影讲有啥物款的代志，你就来写代祷卡，透过这个代祷卡，都足侪人伫即个代祷室内底为着这个代志祈祷。我相信上帝会当透过咱的祈祷，成就伊美好的计划旨意伫咱的中间。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阮确信你是一个听阮祈祷的上帝，确信你是照你的旨意成就伫阮中间，听阮的上帝。主啊，阮恳求你持续保守看顾阮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阮倚靠你来征战好的征战，
主啊，阮中间可能有一寡人拄着伤心的代志，心肝艰苦，求主你亲自安慰；有一寡人拄着病痛，求主你亲自医治。有真侪人领受你的恩典，阮恳求主你帮助阮学习感谢的心，用祈祷感谢来回应上帝的恩典。阮也将今仔日来到阮中间的好朋友王兆军先生、钟胜协先生，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互因搁较明捌你，得到你的赐福甲保守。阮也将在座所有的兄弟姊妹，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互阮有气力用阮的性命来为你做见证。阮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时，咱要来吟神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阮脚步，记载伫周报的第4页。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起立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道谢温恭受差遣。
拜。